咁麥吉爾大學咧顛覆咗一個常識，原來大腦衰老咧真係可以逆轉，唔係靠藥，唔係靠手術啦，係靠你每日玩10分鐘遊戲。聽落好似天方夜譚，但係腦掃描結果擺喺度，生化數據唔會呃人。一班長者用咗10週時間玩一個叫 Brain HQ 嘅腦力訓練 App。遊戲會因應你嘅表現自動調節難度，越做得好，難度就越高。訓練結束之後呢，研究團隊為佢哋做咗腦部掃描，結果令所有人震驚。負責記憶同學習嘅乙酰膽鹼系統呢，真係返咗去10年前嘅生化狀態嘅，唔係感覺年輕咗，係真正嘅生理逆轉。呢個係人類史上第一次有非藥物介入做到呢件事。好多人以為做下掃毒、睇下書就夠，但係唔係所有活動都真正刺激到神經可塑性。關鍵唔係用腦啦，而係訓練腦啦，要有挑戰啊，要有適應啊，要有反饋啊。科技嘅溫度呢，從來唔係講佢有幾先進，而係佢能夠俾幾多人重新掌握翻選擇嘅權利，包括選擇點樣老去。衰老係事實，但係退化唔係必然。真正嘅抗衰老唔係同時間對抗，而係令時間裏邊嘅每一日都仍然配得上你嘅靈魂。記憶唔止係用嚟懷緬過去，更係用嚟創造未來。當科技可以俾翻你一個清醒嘅大腦，你仲會唔會選擇坐定定等老？生活唔止係活着，更係要活得清醒。我係 Fanny，同你一齊用理性同溫度重新定義變老呢件事。